来看行政院提出性骚扰防治三法修正草案，高雄有妇女团体就指出讲，咱国内员工的人数无超过30人的中小企业是占所有企业的9成，也毋过目前只规定讲30个人以上的公司才需要有性骚扰防治的措施，所以要求政府应该趁这届修法的时，做回来做检讨。中小企业政府调查。 妇女团体爱政府重视性骚扰防治三法修正草案遗漏的部分，学者指出，现行性工法敢若规范30人以上的单位爱建立性骚扰防治的规范。不过，国内企业到2021年的年底，无满30人的企业占9成以上，伫咧30人以下公司做工课的员工，嘛占全体受雇者比例超过4成，大约有450万的人，也就是讲，这人拢无纳入到性工法的保障范围。 这么多的中小企业，有些只有5人啊，有些只有10人以下，那他如何去进行这么复杂的调查程序？包含申诉管道的健全，然后如何保护被害者，雇主应该要去学习，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管道跟资讯可以知道我们该怎么做。 妇女团体呼吁修法的时阵，甲30人以下中小企业由政府来介入，爱成立第三公正单位来调查。啊，还有职场性骚扰的行为嘛，应该有行政、法罚这2项诉求。因为学会发现，中小企业的一场当中有3成4是同事有可能性骚扰，毋过修法的草案煞敢若加重着雇主的罚金，涵盖的面向无够。 希望说政府能够比较全面性的去检视目前的一个法规制度的问题。那么仓促立法，然后以目前修正草案这样，我们是真的抱持蛮悲观的一个态度。对着修法协会讲，真正是有点仔悲观，建议政府加为被害人的角度来思考，嘛应该要注意，这个调查人员培训，才会当伫个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足够的人才来协助。记者王柳婷、陈hen坤报道。